華大製造擁有現時全球最先進嘅基因測序技術及產品，業務遍佈6大洲。2023年，華大製造喺香港開設研發中心同智慧實驗室，成為香港嘅重點企業。生物科技係特區政府重點發展領域，尤其喺臨床試驗協作、智慧醫療設施建設等方面，已經取得好多成果。華大製造作為生命科技高端精密設備研發同埋製造嘅公司，與香港重點發展領域十分吻合。另外，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戰略重地，一面背靠祖國，一面可以連接海外，所以我哋認為香港係我哋發展全球業務嘅重要基地。華大製造喺香港建立咗 Alpha Lab 實驗室，配備一系列智慧自動化嘅系統，係華大製造首個研發 AI 技術嘅智慧實驗室，具備應用轉化、孵化平台等功能於一體，期望開發更多適應本地市場嘅需求方案，並希望可以提供科研平台俾高校等科研人員使用。我哋研發嘅設備正喺越嚟越多嘅香港高校、科研機構、醫院及臨床機構中使用。高通量測序儀器亦都協助緊生殖健康、癌症、傳染感染疾病等領域嘅機構降低檢測成本，令更多市民受惠。我哋都期望我哋嘅檢測儀器可以通過頂尖機構嘅驗證，基於高品質科研數據產出同埋臨床資料嘅結果，得到更深入嘅回饋。反過嚟推動我哋嘅設備研發進程，擴大應用場景，達至雙贏嘅結果。香港政府積極引進重點企業，佢哋會喺香港合共投資近500億元，創造超過2萬個就業機會。